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11月11号。这一期咱们继續胡聊胡适、胡指、胡威，還有胡一進老師啊。今天是雙11，這個胡適也湊了個熱鬧啊，打了個折，滬指縮量下跌0.39%，但是還是守住了4000點啊，臉還是要了。但是這個創指深成指那跌幅就比較大了，三大指數全天縮量回調，截至收盤，滬指跌0.39%，險守4000點，深成指跌1.03%，創業板指數跌1.4%。這個胡適這回又尿性了啊！現在走出了獨立行情。昨天好像外圍市場是大漲啊，納斯達克、美股都在漲，咱們偏偏要跌。前天是外圍暴跌，咱們反而要漲。確實這個按照任澤平老師的說法，咱們現在叫東升西降牛啊，走出了這個指數的這個東升西降牛。今天是縮量下跌啊，兩市成交額又低入2萬億了啊，比上個交易日少了1800億啊。不過這個漲的股票還是多一點啊，2785只股票上漲，2504只股票下跌，這個中位數是0.08%，也就是說一半的股票是漲了0.08%以上。所以說這個今天雖然是縮量下跌，但是對這個金融消費者來說損失不大，而且這個大消費還在反彈，機構抱團股這些人工智能、算力股、海南本地股都在回調，英偉達概念、光模塊、存儲芯片都在下跌啊。這個4000點就像那個高速公路的收費站反正來回都得交錢呢，再磨幾回散戶又要骂娘了。我們再看看這個機構對美股的看法好像是涇渭分明啊。11月11號這個瑞銀他說美股的科技牛市將在明年再創新高，也就是說美股你不要怕，明年還要創新高。這是瑞銀的觀點瑞银全球經濟與策略研究主管在報告中指出標普500指數基本情況預測明年升至7500點，升幅12%，主要由約14%的企業盈利增長帶動人家是實打實的是利潤企業盈利造成的增長，說其中一半的增長來自科技板塊，但市場或許因估值過高出現輕微負面影響，目前企業盈利預期及估值水平均處於近40年來的高位，但預計自第二季度起，市場將迎來更廣泛的、更強勁的增長，市場可能進入整固期，高素質股票將跑贏大市，要完蛋了美的居然也學會了這麼高素質、低素質，咱們的核心科技居然被美國學去了。至明年首季末，升勢將擴展至低素質周期性股票。展望2026年，全球經濟仍将保持增長，但因關稅措施推高美國物價，並影響全球出口，未來4至5個月將面臨短暫的經濟放緩期這是瑞銀的觀點就是總之告訴大家，美股不要怕，還要漲，因為它的盈利在增強。那我們再看這個高盛再一次警示美股的風險。這個高盛稱，當前 AI 熱潮頗似1997年，關注5大泡沫預警信號。當然了，高盛他不否認他說當下 AI 行情還有上漲空間，但是就是這個泡沫越來越重，小心AI 泡沫破裂市場擔心過去幾年狂飆的科技股可能會重蹈互聯網泡沫破滅的覆轍。儘管關於人工智能是否處於泡沫之中存在很多爭論，但歷史經驗表明，投資者可關注一些預警信號，以了解 AI 熱潮是否已經見頂。我看今天有媒體報道這英偉達的老板黃仁勳他就不認為現在 AI 有泡沫，而且現在 AI 的過熱跟這個互聯網泡沫兩個不一樣，這個仁者見仁智者見智高盛策略師日前表示他們認為市場對人工智能的狂熱存在重蹈21世紀初互聯網泡沫破滅覆轍的風險，但眼下 AI 行情仍有上漲空間。我們認為隨着 AI 投資熱潮持續，上世紀90年代積累的失衡風險可能會愈發明顯，近期已能看到與90年代熱潮拐點相似的跡象。高盛在報告中稱，並補充到當前 AI 交易行情與1997年科技股走勢頗為相似。1997年到互聯網泡沫破滅中間還有2年嗎？那言下之意就是咱們還可以对吧？這個 AI 現在正在積累泡沫，等到泡沫破裂中間還有一段時間。問題是它泡沫破裂的時候它也不通知你那關於胡適呢，這個國外機構依然是紛紛看好胡適這個新浪證券報道說美國資管巨頭一直高配中國，美國資產管理機構
構陸博邁董事長兼總經理接受本報獨家專訪時表示，相較於參照基準，過去一段時間以來，陸博邁一直對中國高配。他認為海外資金要實現對中國的大規模增配仍需要時間。他指出全球市場 ETF 蓬勃發展，主動管理機構紛紛入局，這一趨勢將持續。他認為，盡管美國科技股估值正在變得昂貴，但就像當年投資美國鐵路一樣，問題不是投不投資，而是如何投資。這個陸博邁這個資管機構我倒是奉勸一句要玩就玩實盤，不要玩模擬盤。第二個呢，到时候交了學費不要說咱們市场垃圾，不要回去说咱們是個詐騙市場，對吧？這個可沒人逼你來的吧，沒人求他來也沒人逼他來都是自願的，對不對？來胡市玩我們高興，我們歡迎呢，但是要願賭服輸咱們是教練員、裁判、運動員一起上，希望這個外資機構要適應，要學會適應呢。這個又來一個這個南華早報報道說，美國私募巨頭警告西方投資者低估中國，當一些西方輿論仍沉溺於唱空中國的敘事時，真正的全球投資者已看到了機會。美國私募投資巨頭泛大西洋投資集團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福特強調，西方投資者低估中國，導致錯失了絕佳的投資機會。盡管地緣政治帶來一些挑戰，但福特認為美中關係的緩和以及香港股市的回暖為投資者帶來了新的契機。他表示兩國最近就貿易、關稅、大豆採購和稀土出口等問題進行了討論，雙邊關係出現積極轉折。我認為美中關係達成了一種新的平衡，隨着香港市場重新活躍，在這裡投資將變得極具吸引力。看樣子任澤平老師所宣傳的叫東升西降流被這個美國的這些資管公司、私募巨頭這麼一說，好像真有那麼回事還是那句話歡迎外資機構來玩實盤，來交學費，不要嘴炮，讓他們知道什麼叫欺詐上市，什麼叫財務造假，什麼叫違規減持，什麼叫內幕交易，什麼叫高管內幕短線交易，什麼叫根本就買不完是吧？什麼叫重大資產重組未果，什麼叫重大合同，对吧？作废。胡適有各種各樣的雷，有各種各樣的坑歡迎這些外資機構來體驗沉浸式體驗這個也不是咱們瞎說的因為你每天看的都是違規減持我今天隨便翻一下也就是首先一個是连續3年財務造假，觸及市值退市紅線，新 ST 元成即將在 A 股下架這是一個3年財務造假的，馬上退市咱們不細看了。這個鳳凰網報道叫造假 TP 求是併購終止，富皇鋼構及相關人員被罰3180萬元，一上市晚起11億併購報財務造假被罰。富皇鋼構又是跨界收購吧，本來一個做這個什麼鋼結構的，又要去搞算力，要收購算力公司，大概這意思吧，我推測也就這樣講故事對吧？人家生產火腿腸的要搞芯片吗？要收购芯片公司，那個印刷厂收購算力公司，变成算力嘛，然後再跟一個上海某企業簽一個算力大單50億，這故事你看看，胡適的這個金融消費者就喜歡這樣的故事你看，這是鳳凰網報道的這個總之這個富皇鋼構因為這個併購造假還沒完那個中國經濟報報道說天盛製藥22名董監高中20人被罰，利用賬外資金財務造假。公司22名董監高中20人被罰。11月7號 ST 天盛披露，因公司2017年至2018年通過賬外資金池虛增利潤就是把錢放在賬外那個一個資金池，然後他用那個來調節利潤今年利潤少了，資金池裡回來一點錢利潤就多了明年利潤多了，給它調到資金池裡去，這樣保證每年都在盈利嘛，而且盈利是在有序增長，這樣更好看对吧？又一個被罰這你看隨便搜一下，一天就這麼多被罰的。這個經濟觀察報報道說 ST 長藥財務造假被查，涉嫌財務造假，新 ST 長藥被證監會立案調查，這個重大違法強制退市情形，公司股票將被實施重大違法強制退市。這個新 ST 長藥也是到頭了，走到了資本市場的盡頭幾個了？這一念就5個了然後我們再看看北京商報又來了北京商報大聰明說嚴管是對 A 股的厚愛。近日新 ST 長藥等多股或者股東被立
案調查，原因涉及財務造假、違規減持等等，張牙戴刺的監管已成為資本市場的新常態。嚴管是對市場的一種厚愛，持續的監管風暴對市場估值體系產生重大影響，市場生態持續優化，投資環境更加安全，為 A 股指數行穩致遠提供了重要條件。他說，今年以來 A 股三大指數集體穩步上行，投資者對慢牛行情認可度越來越高，究其原因與資本市場強監管政策持續加碼不無關係。就是網友啊，讀者就不禁要問了，張牙戴刺嚴監管是好事，為什麼抓了一批又一批呢？就什麼时候能抓乾淨？反正對吧，三個市場一共就5300多家吧，5500家，到底有多少害群之馬？怎麼就抓不完呢？這是為什麼？是不是一邊在抓一邊在放，对吧？一邊在抓這些害群之馬，一邊在縱容？你這個網友不得不懷疑啊，要不然按理來說不可能抓這麼多年抓不乾淨呢。按照外資這個資管公司的說法，根本抓不完，對吧？他們說根本買不完嘛，那就到監管這兒講根本抓不完，這是為什麼呢？因為你一邊抓，对吧？現在上市的很多都是帶病上市啊，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然後現在在市場裡面呢也是劣幣逐良幣。北京商報說啊，殼不再香，故事難講，嚴管之下 A 股市場估值邏輯已然生變。怎麼叫故事難講呢？生產火車廠的不要搞芯片了嗎？誰都搞算力的吧，什麼火搞什麼，恰恰說明故事好講。我早就說過了啊，這個資本市場併購這個是最壞的，它最壞的兩種結果都被它搞了。就是說，如果你沒有創業板，就是注冊制啊，如果你不搞注冊制，那你沒辦法，你只能採取併購，对吧？畢竟市场上有很多這種優質的項目，你要讓它上市吧，它還沒達到那個條件，還需要時間，但是它確實非常是優質的，那怎麼辦呢？那這個時候，對吧？因為好多人也投資了，要退出啊，那就二級市場，对吧？增發併購這個項目，這麼好的項目對上市公司也是個促進，這是一種方式。還有一種方式什麼呢？你就搞注冊制，不就是你讓這個企業直接上市就算了。那現在你看啊，這個企業好的項目啊，明明可以直接上市，這邊也搞個什麼可以增發併購，這完全是叫脫褲子放屁，多此一舉，四不像，導致那些垃圾項目，对吧？所謂的芯片，所謂的算力就被那個生產火車厂的上市公司要收购。真正好的項目人家自己掛牌啊，对吧？幹嘛賣給你啊？大家想想是不是道理啊？真正好的項目，一個企業他怎麼可能會你把我收購了，我給你了，我這邊直接掛牌上市就可以了，我頂多輔導1年。所以說啊，所謂的嚴監管有點啊，就一邊是抓魚，一邊是放水養魚，所以抓不進啊，根本就抓不進。所以这天天的好多起啊，這個啊還有違規減持，那就別說了，那就更多了，清倉式減持啊，減得連股東都不要，連控制權都不想要了。我們再看啊，這個專家是怎麼說的？中泰國際首席經濟學家李迅雷啊，他就說了啊，在當下寧願持有現金，耐心等待。那他是怎麼說的呢？大家看視頻。作為投資者來講的話呢，一定要避免追漲殺跌，你要去配置向上的企業，不要去配置向下的企業。可能真正有未來的話呢，那就是像美國的七巨頭，中國的七姐妹在哪裡呢？我們現在還沒有看出來。在這個時候，可能你還是要耐心的等待，就不着急。在這種無序競爭的情況下面，我們要選出哪匹是黑馬的難度太大了。那可能在冷靜的觀察等待，可能也是一個最好的選擇。就當前來講，全球經濟的不確定性呢，還是進一步在增強的。那麼由於全球經濟進入到一個債務驅動時代，那麼未來的這種風險性呢，會進一步的提高，所以還是對避險方面的考量要更多。投資方面，權益資產無論是日本、美國、歐盟還是中國呢，這個估值水平都不處在歷史的低位了。那麼美股已經漲了那麼多年了，是吧？日本股市的市盈率水平也挺高了。A 股呢，滬深300的市盈率水平呢，相对会低一點的。但是科技股的市盈率水平應該也是創了歷史新高了。所以我覺得我們有的時候寧可持有現金，也不要匆匆忙忙的去硬賺。第二個來講的話呢，就是我們還是要看到在全球經濟增速放緩、波動震盪巨大的情況下面呢，還是要想到這個分化是大趨勢，也就是28現象。
行業來講，現在科技行業、機器人、創新藥等等是處在一個上升階段，新興產業在上升，傳統產業在往下走，產能過剩是吧？大部分都是傳統產業，所以要想到這個分化的時候，你配置在趨勢向上的行業，不要去配置趨勢向下的行業。我覺得這個李順雷啊說的是還是比較客觀實際的。好言難勸該死的鬼呀，良藥苦口啊，利如病，對吧？這個時候一定要避險，要保現金。不是去搏。這個李順雷不光認為胡適啊，他認為這個美國對吧，日本這些股市都一樣，都不便宜了，現在已經在高位，所以這個也給那些啊炒美股的、炒這個外圍的对吧，日本的、韓國的要提個醒，不能麻痹大意啊。就像這個咱們10幾年前說樓市對吧一直漲，房市永遠漲，就一個邏輯啊，沒有什麼永遠啊，沒有什麼一成不變的，保留現金，耐心等待，理性觀望，這就是咱們現在就是叫理性觀望。每天關注這個胡適。我們再看看這個胡锡進老師啊，胡锡進老師也不知道去哪兒浪去了啊，然後這個他就去坐地鐵啊，他也拍了個視頻，北京1號線大灣路站，大概就他們家附近啊，大灣路啊，那地方以前叫八灣墳，現在也叫八灣墳了。胡锡進老師發出了感慨啊，他說啊，老胡開車比坐地鐵多，每次高峰時間坐地鐵都感嘆站台上排隊的井井有條，比開車的守規矩多了，開車搶道加塞的還是很多。然後他就說啊，開車人應向地鐵族學習公德，也就是司機啊要向這些坐地鐵的要學習，對吧？這個你看坐地鐵的都是井然有序啊，排隊不加塞，這個也有意思啊。這個胡锡进老師啊，首先有幾點啊，第一個首先他是揣着明白裝糊塗啊，你開車和坐地鐵能是一個概念嗎？不叫一件，都不是一個事啊。你地鐵你擠上去了，那都不都是同时到嗎？啊，你先上去難道是先到是嗎？你先上去的說不定還是後到，对吧？因為你擠在裡面，你出來挺難的。至少說明胡锡进老師啊，他現在錢賺的有點飄啊，考慮問題不仔細了，你知道吧？就是不接地氣，也說明他擠地鐵確實少。你想有經驗的擠地鐵的啊，你除非始發站要搶，為什麼呢？有座，過了始發站就沒座了，那你就不要搶了，对吧？你估計能進去，你就站在後面，這樣的話，等你進去的時候你就站在門邊嘛，然後等你到站了，你下來就快嘛，你不用從裡面往出擠，對吧？這擠地鐵很難的嘛，你要站在裡面，像到站了你要出來，对吧？你得提前跟人說，对吧？啊，讓我下車，要跟人換，对吧？那擠，所以說胡锡进老師確實啊，他的生活常識比較少，還是擠公交擠地鐵擠得少了。為什麼我知道那個地方叫八灣墳呢？就是我以前從市裡面啊到通州坐車都在那兒換車，坐那個叫什麼938，很多北京的粉絲應該知道938到通州嘛，完了之後有一路好像去了那個香河吧，去了燕郊啊，還有一路去香河去大廠什麼的，反正是938，它好幾路，有快車，還有什麼直達什麼的。那時候坐地鐵坐的少，為什麼不坐地鐵呢？因為地鐵在四惠東還四惠，它又倒一站，很麻煩，要換乘啊，所以说都去那個擠那個938。我記得那個時候擠938的時候，就在一群人啊跟着車後面跑，那個車往那個靠站的時候啊，那司機不就往那個車站的慢慢靠嘛，路邊啊，然後你就得跑，你要衝到門邊上，他門一開你就鑽進去，然後你就能搶那個座。這個你能不能搶到座，一是你的身手要矯健敏捷，但這個不夠啊，身手敏捷矯健的人太多了，但是座位還是少，所以這個時候你就得跟司機啊有所交流，就用目光啊，就你要看着司機的眼睛，那司机開車那個往車站那靠的時候，他的眼光往哪兒看，你根據這個司機的眼光，你判斷那個車大概停在什麼位置，然後你好卡位啊，正好卡在那兒，車一到你正好你被人群啊擠到那個門口，這個時候你就是有利地形啊，你就能擠上去，這個都是活生生的，都是練出來的，都是對吧？天天擠公交擠地鐵，顯然胡锡进老師啊，他沒有這樣的經歷啊。你坐地鐵，你只要不是始發站啊，你後面幾站你擠它幹啥呢？你擠進去，反正呢地鐵都是一起到。開車也不一樣了，開車要是肉的，對吧？你要在那個肉的車後面，那你確實啊，每個紅燈你都要等，就能慢不少。但是你要走得快起來呢，確實也能快不少。實際上啊，開車我感覺這個北京人開車還算好的。我去上海，這上海人開車比北京要猛，而且快。我在北京啊，比如打出租車，你還得跟司機說，就是說我有事着急，你給我開快點。那你就這麼說了吧，司機嘴上答應着啊，開快點，但是他還是該肉還是肉，磨磨唧唧的。但是上海就不一樣了，上海你根本不用打招呼啊，反正你一上車，那司機個個都是賽車手啊，而且有的时候邊開邊罵前面的車慢肉，好像武漢更厲害啊，武漢連開公交的都厲害，主要體現出胡锡進老師啊，他不食人間煙火，養尊處優慣了。
了。第二個說明什麼呢？第二個我就不理解了啊！胡锡進老師作為一個退休的老同志，他為什麼非要高峰時間去擠地鐵呢？對吧？你作為一個退休人士，沒有正事，你難道不能錯峰嗎？對吧？人家年輕人上班，早高峰晚高峰的，人家也去打卡，对吧？遲到了扣錢，你对吧？你難道就不能錯峰嗎？確實啊，北京很多大城市都這樣，越早高峰越那老頭老太太多，你知道吧？往裡擠，我也不知道他們要去幹啥。如果去醫院的話，你完全可以早走1個小時，要麼就晚走半個小時。除了去醫院還幹啥呢？有的要去公園，去公園你要麼就早點，要麼晚點，非要趕那個早高峰，確實啊就搗亂。這胡锡進老師啊，不以為恥，反以為榮，對吧？這一點我比胡锡進老師要好得多啊！我盡量不出門，我要是出門的話，一定是錯峰。我估計這個點如果坐地鐵的話，應該沒人，從從容容，游刃有餘，然後還有個座，對吧？不用什麼匆匆忙忙連滾帶爬呀。胡锡進老師就專門匆匆忙忙連滾帶爬，對吧？所以我一直建議胡锡進老師，他應該到河南，到他老家那兒整一塊地，對吧？蓋個小皇宮，對吧？蓋個1000平的房子，請幾個保姆，再搞上2畝地，多好啊！為啥非要在这個北京市跟年輕人擠呢？就是搶佔年輕人的這些資源，對吧？年輕人本來就心裡窩火啊，他起這麼早去上班，拿的工資還沒他退休金高，完了這些人不上班，完了還去跟他搶地鐵、搶公交車、搶這有限的資源，那年輕人看這個老登，他能不生氣嗎？不平衡呢。所以說啊，这些老同志啊，就是從這個角度出發，也不要再去早高峰就出門了，你那是專門刺激年輕人的。經常地鐵上是吧，還看到那些老同志跟那年輕人搶座位，還動手的，還倚老賣老的，對吧？說這個位置就是我的，然後年輕人就應該給我讓座，這都屬於為老不尊啊，就是這都屬於去搗亂的。他們的退休金很高，比你上班的掙得多，他完全有條件可以打個車，從從容容，他非要跟你去擠那個地鐵、公交，完了讓你讓座，佔便宜沒夠嘛？啊，對了，他們很多人啊，有什麼公交卡，還有什麼地鐵卡，老人有的時候他不需要錢的嘛，坐公交、坐地鐵不花錢，佔這個便宜，不自覺啊。所以胡錫進老師未來恐怕也跟這些老頭是一樣的，他馬上就去辦這個老年卡了，年齡到了嘛。好，這期節目啊，我們就聊到這裡，感謝大家收看。如果喜歡我的節目，歡迎訂閱、轉發，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評論，謝謝大家。